厥斯坦丰富的自然资源，东突厥斯坦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继续为整个中国提供食物。东突厥斯坦地区2018年水果行业的总产量预计将从2010年的200亿元增加到900亿元，8年增长4.5倍。根据林业部门的信息，随着水果行业的快速增长，该行业在农民收入中的份额已超过30%。到2020年即“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到40%。有一名大学教授被带走，东突厥斯坦有一名大学教授被逮捕。据悉，喀什大学文学杂志前总编辑姆泰利夫·斯蒂克近日被中国警察带走。他曾主编维吾尔民族百科全书和阿拉伯学习书籍，目前他下落不明。中国否认美国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1月晚些时候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否认美国一份调查更新报告，有关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仍在继续的最新指责，要求美国停止破坏双边经贸关系的言行。在美中领导人即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战摊牌前，丝毫没有示弱的迹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对美国调查更新报告严重关切，不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中国在有争议的领域建立平台。据称，中国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西沙群岛建立了一个新的平台。报告显示，中国已为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西沙群岛建立了新平台，用于军事目的。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分享了该平台的卫星图像。报告强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可能会增加。芬兰暂停向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口武器。根据芬兰国家电视台报道，芬兰外交部宣布不会向沙特阿拉伯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任何新的武器出口许可证。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因为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